各位觀眾朋友，嚟咗咁多新聞娛樂消息，今日要同大家講一件好沈重嘅嘢。喺2025年10月28號凌晨2點30分，原本好寧靜嘅時刻，卻被一則沈重消息打破。中國香港資深藝人許紹雄，呢位喺熒幕上奉獻咗無數經典配角嘅演員，因為癌症導致器官衰竭，喺家人溫暖陪伴下，安詳咁閉咗雙眼，享年76歲。呢個消息就好似一顆重磅炸彈，瞬間喺社交媒體上炸開咗，歡喜哥去世嘅話題迅速攀升至熱搜榜首，無數網友沈浸喺深深嘅悲痛之中，好似失去咗一位至愛嘅親人咁。許紹雄嘅離去，唔單單係一位演員嘅隕落，更好似一個時代嘅終結。佢係香港電視劇黃金時代嘅標誌性人物，用長達53年嘅演藝生涯，喺觀眾嘅心中刻下咗深深嘅印記。佢每一個角色，無論係狡黠嘅黑幫老大，定係善良嘅小人物，都充滿咗生命力，令到觀眾為之動容。喺許紹雄離世嘅消息傳出前一日，即係10月27號，香港演藝圈就被一層厚重嘅陰霾所籠罩。中午時分，黎芷珊神色凝重，腳步匆匆咁率先抵達醫院。佢嘅到來好似係一個信號，緊接住苗僑偉夫婦、TVB 監製蚊偉雄同林志華都紛紛趕到。下午，醫院門口更加熱鬧非凡，林峰、吳卓羲、佘詩曼、黃子華、郭晉安、歐陽震華等一眾明星陸續現身，佢哋嘅臉上都寫滿咗哀傷，好似喺參加一場 TVB 群夫嘅告別演出咁。苗僑偉喺醫院裏邊待咗近3個鐘，面對媒體嘅鏡頭，佢只係默默咁舉手示好，唔願多講一句。佢嘅沉默好似係對許紹雄病情嘅一種無奈同悲痛。吳卓羲離開醫院時，低頭搖頭，腳步沈重。當被記者問到許紹雄係咪蘇醒時，佢只係以吉人天相4個字回應，嗰神情中嘅沈重，令人不禁為許紹雄嘅病情捏咗一把汗。佘詩曼更加係送澳門緊急趕返，佢同許紹雄喺《使徒行者》中飾演父女，夫裏夫外都情同家人。面對鏡頭，佢只係講咗努力中2個字，便轉身擦拭眼淚，嗰悲傷之情就好似決堤嘅洪水，溢於言表。其實許紹雄嘅健康問題早有徵兆。TVB 內部人士透露，去年拍攝《掃毒風暴》時，佢就喺片場突然暈倒。當時所有人都為佢捏咗一把汗，但佢僅僅休養咗2週，便又匆匆返到片場，繼續投入到緊張嘅拍攝中。今年6月，佢返廣州舊居時，被拍到步行喘氣，體力明顯下降。可即便咁樣，佢依然活躍喺演藝一線，對演夫嘅熱愛令到佢無法停下腳步。先係今年，佢就參演咗《師承山海》等4部作品，直到7月仍有新劇拍攝。佢太拼啦，明明身體已經黑不消，卻仲係堅持工作。一位同許紹雄合作多年嘅導演感慨咁講，佢總係講演夫係生命嘅寄託，有寄託先唔會死咁快。可係沒想到，呢位導演嘅話語中充滿咗惋惜同無奈。佢見證咗許紹雄對演藝事業嘅執着同熱愛，亦都睇到咗佢為咗演夫所付出嘅巨大代價。許紹雄1948年出生於中國香港，佢出身於廣州西關許氏望族，家世顯赫得好似璀璨嘅星辰。佢嘅祖父許拜庭係清末4大鹽商之一，喺商海中叱咤風雲。太公許應奎曾為清廷高官，同慈禧太后關係密切，喺朝廷中有着舉足輕重嘅地位。叔公許崇智係黃埔軍校創辦人之一，為中國嘅軍事教育做出咗重要貢獻。姑婆更加係魯迅嘅夫人許廣平，咁樣嘅家族背景令到佢從一出生就自帶光環。然而佢並未依靠家族嘅光環，而係憑借自己嘅努力同才華，喺演藝圈創出咗一片屬於自己嘅天地。1972年，許紹雄加入第1期無綫電視藝員訓練班，同周潤發、呂良偉、趙雅芝等同屬第1代無綫班底。從此，佢踏上了充滿挑戰同機遇嘅演藝之路。因早年駕駛奔馳通勤，
佢被港媒稱為 Benz 熊，呢個昵稱亦都成為咗佢嘅一個獨特標誌。喺長達半個多世紀嘅演藝生涯中，佢出演咗約200部影視作品，雖然常年擔任配角，但卻憑借紮實嘅演技同自然嘅表現，成為咗公認嘅金牌綠葉。佢飾演過無數經典角色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嘅，擋足2014年《使徒行者》中嘅歡喜哥尋歡喜。嗰個表面笑嘻嘻，內心卻極其複雜嘅黑幫老大，被佢演繹得淋漓盡致。佢每一個眼神，每一個動作，都充滿咗戲劇性，令到觀眾好似置身於嗰個充滿懸疑同刺激嘅黑幫世界中。呢個角色一舉令到佢拿下 TVB 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獎。歡喜哥唔單止係角色名，更加幾乎成為許紹雄嘅代號，深深地印喺咗觀眾嘅心中。除咗電視劇，佢喺電影方面都成績斐然。同周星馳合作《逃學威龍》，佢喺影片中展現咗獨特嘅喜劇天賦，為影片增添咗唔少笑料。參演杜琪峰嘅《槍火》黑社會，佢又展現咗硬漢嘅一面，將角色嘅冷酷同霸氣演繹得入木三分。甚至喺王家衛嘅《東邪西毒》中，佢都有亮眼表現，雖然膚分唔多，但卻俾人留下咗深刻嘅印象。佢嘅演技從不喧賓奪主，卻總係喺有限嘅膚分中爆發巨大嘅存在感，令到觀眾無法忽視佢嘅存在。佢係一個非常敬業嘅演員，對每一個角色都認真負責。一位資深編劇評價道，即使係配角，佢都能夠演出主角嘅氣場，令到觀眾記住佢。呢位編劇嘅話，道出咗許多人對許紹雄嘅評價。喺演藝圈呢個競爭激烈嘅地方，佢始終堅守住自己嘅初心，認真對待每一個角色，用自己嘅演技講話。呢場葬禮堪稱電影級場面，全港8名配角組團送別歡喜哥，現場氣氛莊嚴肅穆，又帶住一絲悲壯。清晨，殯儀館外邊聚集咗大量媒體同粉絲，佢哋早早咁來到呢度，想要送許紹雄最後一程。一輛黑色靈車緩緩駛嚟，車身上裝飾住白色嘅鮮花，顯得格外莊重。靈車停下後，8名身着黑色西裝嘅禮賓人員緩緩抬起靈柩，佢哋嘅步伐整齊而慎重，好似每一步都承載住對許紹雄嘅敬意同不捨。劉青雲作為扶靈人之一，神情悲痛，幾度哽咽。佢對着靈柩講道：TVB 欠你一個視帝，你為我們帶來咗咁多經典嘅角色，你嘅演技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學習。呢番話一出，現場一片嘩然。多年來，許紹雄雖然演技精湛，但始終未能獲得視帝稱號，呢亦都成為咗許多觀眾心中嘅遺憾。劉青雲嘅話講出咗大家嘅心聲，亦都令到人們對許紹雄嘅演藝生涯更加感慨。就在劉青雲發言完畢後，驚人嘅一幕出現咗，上百名配角演員突然齊聲高呼恭送大哥，聲音響徹雲霄，震撼咗在場嘅每一個人。嗰聲音中充滿咗敬意同不捨，好似要將對許紹雄嘅思念同祝福傳遞到天堂。為雙龍燕問言，淚如雨下，佢緊緊握住身邊女兒嘅手，身體微微顫抖。嗰一刻，佢嘅心中充滿咗悲痛同感動。佢知道許紹雄喺演藝圈嘅人緣係咁樣好，佢嘅離去令到咁多人感到痛心。呢背後肯定有故事。一位現場記者小聲的估道。據內部人士透露，呢次8名配角組團送別並非偶然。原來許紹雄喺演藝圈人緣極好，佢唔單止演技精湛，而且為人隨和，樂於助人。許多年輕演員都得到過佢嘅指導同幫助，佢就好似一位溫暖嘅長者，用自己嘅經驗同智慧照亮住年輕演員嘅演藝之路。佢就好似我哋嘅老大哥一樣，總是關心住我哋。一位年輕演員講道：呢次聽講佢要走啦，我哋大家都自發咁組織起嚟，想送佢最後一程。呢位年輕演員嘅話語中充滿咗對許紹雄嘅感激同敬愛。佢嘅離去令到年輕演員們失去咗一位良師益友。然而，亦有部分人對呢場葬禮嘅排場提出咗質疑。有人認為
呢唔過係演藝圈嘅一種作秀，係為咗博眼球。但很快，呢種聲音就被大多數人之悲痛同懷念所淹沒。喺呢個充滿真情嘅時刻，人們更願意相信呢係一場發自內心嘅送別，係對許紹雄一生嘅尊重同緬懷。唔管點講，許紹雄係一位值得尊敬嘅演員，佢嘅離去係香港演藝圈嘅損失。一位資深媒體人講到，呢場葬禮亦都係大家對佢嘅一種致敬同緬懷。呢位媒體人嘅話，代表了大多數人嘅心聲，佢哋希望許紹雄能夠安息，亦都希望佢嘅精神能夠永遠傳承落去。就在葬禮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，一則驚人嘅秘辛突然曝光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許紹雄嘅家族內部其實存在住一些矛盾同紛爭，尤其係喺遺產分配問題上。許紹雄出身名門，家族資產豐厚。雖然佢本人喺演藝圈打拼多年，亦有一定嘅積蓄，但同家族資產相比，不過係九牛一毛。據悉，許紹雄嘅太太龍燕並非其原配，兩人喺許紹雄49歲時先至生下女兒許慧晶。而喺呢之前，許紹雄同前妻育有一個兒子。而家許紹雄走咗，遺產分配問題肯定係個大問題。一位熟悉許紹雄家族情況嘅人士透露，佢嘅兒子同女兒之間可能會因為遺產問題產生矛盾。呢一消息一經曝光，立刻引起咗軒然大波。網友們紛紛猜測，呢場看似莊重嘅葬禮背後，係咪隱藏住更多嘅利益糾葛？唔會吧，許紹雄老師一生正直，佢嘅家人應該唔會咁樣嘅。一位網友評論道。呢位網友嘅話，代表了好多人對許紹雄嘅信任同期望，佢哋唔願意相信佢嘅家人會因為遺產問題而產生矛盾。喺利益面前，親情有時候都好脆弱。另一位網友回應道，呢位網友嘅話，雖然有啲殘酷，但卻亦都反映咗現實生活中嘅一些現象。喺巨額遺產面前，人性嘅弱點可能會暴露無遺。然而，對於呢啲傳聞，許紹雄嘅家人並未做出正面回應。許慧晶喺葬禮結束後，通過社交媒體發表咗一篇長文，表達咗對父親嘅思念同感激之情，但並未提及遺產問題。爸爸，你一路走好，我會帶住你嘅期望，好好生活。許慧晶喺文中寫道，你教會咗我點樣做人，點樣面對生活中嘅困難。我會永遠記住你嘅教誨。呢篇長文充滿咗真情實感，令人感受到咗佢對父親嘅深深愛意同不捨。許紹雄嘅離世唔單單係一位演員嘅離去，更加係一個時代嘅落幕。佢係香港電視劇黃金時代嘅象徵。喺嗰個港劇盛行嘅年代，佢咁樣嘅配角演員雖然唔似主角咁光芒四射，但卻為整部劇增添咗豐富嘅色彩。佢哋用自己嘅演技詮釋咗各種唔同類型嘅小人物，令到觀眾睇到咗生活嘅真實同多樣。許紹雄嘅演技非常自然，佢能夠將一個小人物演得活靈活現，令到觀眾產生共鳴。一位影視評論家講到，佢嘅離去意味着香港演藝圈失去咗一位寶貴嘅財富。呢位評論家嘅話，道出咗許紹雄喺演藝圈嘅重要地位。佢嘅演技唔單止係一種表演技巧，更加係一種對生活嘅深刻理解同感悟。從社會層面嚟講，許紹雄嘅離世亦都引發咗人們對演員職業同生命價值嘅思考。喺當今呢個流量至上嘅時代，許多演員為咗追求名利，不惜炒作同作秀。佢哋只注重外表嘅光鮮亮麗，而忽略咗演技嘅提升同內心嘅修養。而許紹雄卻始終堅守住自己嘅初心，認真對待每一個角色，用自己嘅演技講話。佢係一個真正嘅演員，佢嘅作品會永遠留喺觀眾心中。一位觀眾講到，佢嘅離去令我哋明白，生命嘅價值唔在於名利同地位，而在於對事業嘅熱愛同執着。呢位觀眾嘅話，反映咗大多數人對許紹雄嘅評價同敬意。喺呢個浮躁嘅社會中，許紹雄就好似一股清流，令人睇到咗演員應有嘅職業操守同精神風貌。同時，
許紹雄嘅離世亦都令人睇到咗香港演藝圈嘅傳承同發展。雖然佢離開咗，但佢所代表嘅嗰種敬業精神同職業操守，將會激勵住一代又一代嘅演員不斷前行。我哋會繼承許紹雄老師嘅位置，認真演好每一個角色，為觀眾帶來更多優秀嘅作品。一位年輕演員講道。呢位年輕演員嘅話，充滿咗信心同決心。佢哋希望能夠接過許紹雄嘅接力棒，為香港演藝圈嘅發展貢獻自己嘅力量。許紹雄嘅離世對香港演藝圈產生咗深遠嘅影響，許多演員紛紛喺社交媒體上發文悼念，表達對佢嘅敬意同懷念之情。TVB 亦都計劃推出一系列紀念活動，以緬懷呢位為港劇做出傑出貢獻嘅演員。許紹雄老師係 TVB 嘅元老級演員，佢嘅離去令我哋非常悲痛。TVB 高層表示，我哋會通過一些活動，令到觀眾記住佢嘅作品同佢所代表嘅嗰種精神。呢啲紀念活動唔單止係對許紹雄嘅緬懷，更加係對香港電視劇黃金時代嘅一種回顧同傳承。對於觀眾嚟講，許紹雄嘅離世更加係一種情感嘅失落。許多觀眾表示，從小睇住佢嘅劇長大，佢嘅角色已經成為咗佢哋生活中嘅一部分。以後睇港劇，總覺得少咗啲咩？一位觀眾講到，佢嘅離去令我意識到，嗰啲經典嘅港劇時代已經漸漸遠去啦。呢位觀眾嘅話，充滿咗對過去時光嘅懷念同對許紹雄嘅不捨。佢嘅角色就好似一個個老朋友，陪伴住觀眾度過咗無數個美好嘅時光。然而，許紹雄嘅作品同精神將會永遠流傳落去。佢嘅經典角色如歡喜哥、朱沖等，將會成為觀眾心中永恆嘅記憶。佢嘅敬業精神同職業操守，亦都將會成為後來者學習嘅榜樣。喺呢個充滿變化同挑戰嘅時代，許紹雄嘅故事令我哋明白，無論身處何種位置，無論面對何種困難，我哋都應該堅守自己嘅初心，認真對待每一件事情，用自己嘅努力同汗水去創造屬於自己嘅輝煌。因為生命嘅價值唔在於長短，而在於我哋點樣去度過佢。2025年11月3號，隨着許紹雄嘅靈柩緩緩入土，呢場轟動全港嘅送別事件亦都漸漸落下帷幕。但歡喜哥嘅身影卻永遠留喺咗觀眾嘅心中。佢係嗰個喺熒幕上為我哋帶來無數歡笑同感動嘅演員，佢係嗰個用一生全息付俾天大嘅敬業者，佢係嗰個喺配角位置上綻放出主角光芒嘅傳奇人物。而家佢走咗，但佢留下嘅作品同精神將會永遠激勵住我哋。願歡喜哥一路走好，喺另一個世界繼續演繹佢嘅精彩人生。而我哋亦都將會帶住對佢嘅懷念同敬意，繼續前行，去追尋屬於自己嘅夢想同價值。喺呢個充滿變化同挑戰嘅時代，讓我哋以許紹雄為榜樣，堅守初心，努力拼搏，創造出屬於自己嘅輝煌人生。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生活中嘅主角，書寫屬於自己嘅傳奇故事。歡喜哥，再見，你嘅傳奇將永遠被銘記。